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潘文玉。为了推广公用频道，加强民众媒体禁用的观念，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和地方有线电视业者特别办理了高雄市公用频道社区推广课程。日前活动来到了前镇区的新东里，透过专业讲师的说明，长辈们也开心学习，现场气氛相当热络。 带着期待的心情走进教室，依序量好体温并做好手部消毒。学员们准备开始学习拍摄影片。老师教各位如何拍照剪辑，那各位应该会制作成一段影片。这是由高雄市政府新闻局跟地方有线电视业者共同举办的公用频道推广课程。第二场来到了前镇区的新东里，吸引不少有兴趣的长辈前来学习。特别感谢我们港都青年公司哈。 那在我们新东里活动中心举办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要推广第3公用频道。很多社区的民众还不知道可以将自己拍摄的影片拿到电视频道上面播放，所以这一次的课程除了详细说明公用频道的功用之外，也特别告诉大家申请使用的规范。在这里可以透过学习拍片，然后让我们社区的长辈还有我们社区的居民来这边学习，然后希望以后他们可以有作品可以上传到第3频道。 课程中，同时也请来了专业讲师，指导学员们用手机拍摄影片，并带领学员们实作。长辈们也都相当认真，其中还有一位高龄84岁的阿嬷，因为最近刚买新手机，对于能学到新知识，她非常开心。我以前没有，就那个手机刚刚买呢，那没有什么熟悉的，在学习呀，很好啦。这个是有智慧啦。 这是你们拍的，对不对？这刚刚是你们拍的，可是很晃啊。那这是我拍的，我拍的，所以先教基础就好了。你的镜头不要东晃西晃，不要东晃西晃。用手机拍摄的影片可以透过公用频道播出，跟亲朋好友们分享。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就近跟地方有线电视业者申请，体验从电视上看到自己作品的新奇感。记者周福庆、蔡英文采访报道。 海巡署日前接获违法贩售海洋保育类制品鲨鱼腱的情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成立跨单位的专案小组来执行查缉的任务，分别在台中、台南、台北、高雄、桃园等地查获我国史上最大宗海洋保护类制品鲨鱼腱的案件，全案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移送台南的地检署侦办。 海巡署台南查缉队侦破首例大宗的海洋保育类制品鲨鱼腱，专案小组接获情资后，经过好几个月的搜证，发现范闲在网络涉嫌贩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包括尖齿巨鳐、后鳍巨鳐等制成品，就是俗称的鲨鱼腱，通常都是民俗信仰中乩童拿的一种法器。这次查获的数量市价高达上千万。 这个案子，我们就向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申请指挥侦办。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我们陆续发现到，在全省相关的台北、台中、台南跟高雄等地都有类似这种贩售保育类的这个制品。除了鲨鱼腱，另外还有1级濒临绝种动物独角鲸。 它的独角也成为贩售商品。看到独角鲸，或者我们叫一角鲸的这个产制品。那事实上，一角鲸我们虽然都叫角嘛，你以为是鹿角，事实上它是牙齿，它是牙齿，它的犬齿，然后大概2到3岁是往前面会整个凸的长出来。那因为一角鲸或者叫独角鲸，它在生活的区域都在很靠近北极的海域，所以事实上台湾周遭是没有这些出现的记录。这次查获的市价高达上千万。对于这些制品来源，专案小组还要再追查。而查获的16名犯嫌，将全部依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最高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最高150万的罚金。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减少外出，也使得捐血的人数相对骤减不少。高雄市宣龙佛学会在日前就号召了学员一起来挽袖捐血，为公益爱心的付出做了最佳的典范。在新冠疫情初期紧绷的影响下，民众外出机会减少，相对也使得全台血液库存告急。目前疫情稍微舒缓，高雄市宣龙佛学会在日前就赶紧号召学员共同来挽袖捐血。救命救急做公益，
还有小礼物赠送哦。其实我们宣农佛学会啊，在8年前就开始举办这样子的活动了哈。那今年呢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人们就比较少出门，捐血的人就更少了啊。那在血的部分呢缺的量就很大，缺的很多，尤其是高雄地区呢 ，A 型血跟 O 型血，现在目前的存量大概只有4天到7天不到的使用量，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呼吁呢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燕巢的居民乡亲们哈，赶快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为我们高雄的这个缺血的问题呢，尽一点心力。佛学会的学员们对于目前血液库存量的不够，能够在这时候捐出热血，纷纷感到这是应该要做的事。宣农佛学会他有办一个捐血的那个活动，知道就赶快过来捐血，很应该啊，因为现在那个火车事件那个也是很需要血啊。今天主要是宣农佛学会有活动，那我们就是支持参与这样子，因为可以救人的话，是很开心的事情。我们也是发动全体的会员都来参与，那我们就把时间延后，大家就是利用工作的空档时间，或是下班以后再过来这样子。宣农佛学会希望透过这次的捐血活动，让民众知道血液库存量的重要性，捐血一袋来救人一命。趁着疫情的舒缓之际，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为了民众的健康，台南市自去年12月起宣导禁止在超商和咖啡店的骑楼吸烟，而这个行政的公告正式于6月实施。市政府特别在日前举办了记者会，要提醒民众不要违规，为自己的荷包着想，因为最高可罚1万元。台南市法定无烟骑楼记者会，会中邀集连锁超商与咖啡店业者，统一 7-Eleven、全家、莱尔富、OK、美联社、星巴克、85度 C、路易莎、Come Coffee、多纳兹等10间店家参与，正式宣告自今年6月1日起，台南市境内的连锁超商、咖啡厅门市骑楼为全面禁止吸烟场所，一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避免受到二手烟危害，有效抑制吸烟人口。一方面让市民朋友接触二手烟的机会能够更降低。那也希望说让我们年轻朋友，尤其许多超商或者是咖啡店的这个骑楼都是很多年轻朋友聚集的地方。那么超商跟咖啡店在骑楼又设有座位区，如果在那边吸烟，其实一方面烟蒂会乱丢，另外一方面也造成旁人，不管是经过的人，或者是在那边逗留的年轻朋友们，接触二手烟的几率大为提高。因此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做好，此其时矣，也应该好好的做。那请大家共同一起携手来维护市民朋友的健康，一起来对于骑楼吸烟的一个抑制。市府自去年12月开始宣导超商、咖啡厅骑楼禁止吸烟，现在这个行政公告将于6月1日正式生效。吸烟的民众未来若是在超商或者是咖啡店骑楼抽烟，最高可处罚1万元；店家若是提供吸烟器具，可罚5万。为了自己的健康与金钱，最好可以戒烟及早，生命美好。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生活水准的提升，民众对于品牌的青睐不再局限于衣着，像是点缀生活的冰淇淋，不仅口味五花八门，更讲究手工制作，原汁原味。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意式手工冰淇淋，近期在年轻的族群也是相当热门，消费者的回头率是100%。橱窗里色泽鲜艳的各式冰淇淋，让人看了垂涎欲滴，真想拿起汤匙挖起来大口大口的吃。店家保证，每种口味都是由当季水果手工制作，而且不添加任何化学剂，吃的是入口即化、原汁原味的新鲜。像现在凤梨盛产期，还有由凤梨与草莓新鲜制作草莓欧蕾冰淇淋，带着果香口感，又是别有风情的滋味。意式冰淇淋他们传统的做法，他们会把水果果汁的纤维都滤掉，
那因为台湾的水果很好，那我们又用当季的水果，那我们觉得把那个纤维滤掉实在是太可惜。纤维留着的话呢，它的口感自然就会再更丰富一点。就是像美式冰淇淋他们的话，他们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他们用大量的鲜奶油去让它不要，就是让冰淇淋不要融化。但是我们的做法是比较偏法式的，我们是用蛋黄去让它不要去乳化那个牛乳的部分。冰淇淋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概念而已，就是我们当初后来学到的意式，跟在国外吃到的，比如说像是美式、法式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把这些它的所有的技法跟一些原理全部组合在一起，做成我们自己的产品这样子。奶类的话，就是最主要就是包含就是鲜奶嘛跟鸡蛋。那水果的话，就是现在当令的水果啊，它跟国外进口的一些味道一定是有明显的落差，香气也不太一样，因为这会很明显在冰淇淋本身之后，在冰淇淋本身这个产品会直接反映它的成品会直接看得出来。每种口味都是当日制作，也是限量，常常2-3个小时就销售完毕。除了冰淇淋，店家也会配合节庆，像是母亲节寿礼预定客制化冰淇淋蛋糕，蛋糕上有草莓、甜筒冰淇淋点缀。每一款冰淇淋最少可以吃到5种口味，是让消费者惊艳的创意。也是比较清爽，因为一般冰淇淋其实有时候我们吃起来像 Costco 啊，或者是比较传统的意式，吃起来奶味会比较重。我觉得其实他们家吃起来会相对比较爽口。觉得这边的环境都还蛮舒服的，就是很适合休息的地方，坐下来吃个冰，很放松，符合少女心的，就是很漂亮，你就会觉得好像每一个都想吃一口的感觉。意大利式手工冰淇淋强调品质新鲜，用料实在，满足冰淇淋与众不同的风味。记者金宪忠高雄报道。台南和基隆因为拥有渐层悠久、山海美景以及美食小吃等多项相似之处，因此两市在推广观光旅游上面也有很多可以相互交流学习的地方。对此，基隆市长林右昌应台南市长黄伟哲的邀请，日前来到了台南参访，双方还特别推出了9项美食小吃来较劲联合行销，场面相当热闹。基隆市长林右昌率领市府团队来到台南参访，第一站就选定1624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热兰遮城，来共同见证珍贵的历史文化。会中为了呼应台南、基隆分别拥有将近400年的大航海时代，两市市长分别以结合文化历史和地景等创意商品来互证，包括古迹套书和珍贵的400年台南古地图等等，以凸显双城对古迹文化和推广观光旅游的重视。和平岛的奇岩，它比野柳还漂亮。那我们把它做成是文创的商品，变成是手工皂手工的肥皂。那旁边这一个就是当初对西班牙跟荷兰的那个战书，所以是一个结合文化跟历史还有地景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那这个也特别要送给伟哲市长我们的古地图，那时候的台湾只有台南，所以这也是台湾的400年的古地图。是现在最完整的一套，在后面就是这后面的一大本，这个有点重量哦。基隆1626年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西班牙人建圣萨尔瓦多城，我们台南1624年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那可以看到建那个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这2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很多事情上，不仅是在美食上，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经验。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盖了这个热兰遮城。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在基隆盖了圣萨尔瓦多城。那一南一北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文化历史之都来学习来参访。针对林右昌市长日前喊出台湾美食就是北基隆南台南，连续吃3个月都不会腻，所以会中2位市长换上大厨的服装，分别祭出9项在地小吃来较劲，透过美食共同行销，场面温馨。
哇，红烧鳗鱼跟牛肉汤，哇，牛肉汤是台南知名的啊。真的，对，台南一定要吃的，而且也是台红烧鳗南独有的。鱼羹哦，是大家一定到基隆一定要尝试。对，这个在哪里的最好吃？那个庙口还是哪里？卡马店也有，庙口也有。然后他们做法红烧鳗的那个做法都不太一样。对，林右昌因为刚接任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可说是成功改造基隆以外，也改造身材减重有成，让一旁的黄伟哲直说要跟着学重训。明天再开始运动。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上个礼拜，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灿市长手上接下来这个。磅秤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好，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了。以前有肚子哦，现在都是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那个韦哲市长，我要跟林市长学习的地方。韦哲市长其实也很标准啦，我都要缩小腹了。不过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跟韦哲市长，我们两个算不同量级的。那个郑文灿市长应该跟韦哲市长算同一个量级。对。双城的市长联手行销，用团体战来推广古城和小吃，也共同为迎接建成400年来卖力宣传。记者郭文吉、林庚台南报道。好，再次回到正中间。近期高雄市政府积极将老旧的公园翻新，建置特色公园。而在前镇的草衙里就有个超 Q 的特色公园哦，加入了前镇渔港的意象，将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建置成一艘渔船，吸引不少亲子前往打卡拍照。在社区的公园内，竟然出现一艘 Q 版渔船。再往前走，仔细一看，其实这艘渔船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儿童游具。市府近期积极建置特色公园，而在前镇的草衙里，就将过去老旧的公园翻新整修，加入了前镇渔港的意象，展现出旧公园的新面貌。它的意象就是有一个大船扬帆启程的一个意象，也符合我们在地前镇渔港的意象。启用之后，颇受很多当地住户的赞赏跟欢迎，使用率很高，甚至还有其他区的有一些居民啊，专程到这个地方来。公园翻新过后，不仅超有前镇的地方特色，也更加强优化了设备的安全以及场地的规划，让长辈与小朋友都能够亲近使用。而当地里长也特别用心，每周都会率领志工消毒整理环境，让小朋友在使用上更加卫生安全。进前几年前。暗时啊，拢外籍义工拢伫遮聚集，伫遐啉烧酒、玩家相拍。即马改建煞，尤其咱公所处非常用心，做甲遮好讲，所以阮即马拢暗时啊，拢派巡守队的，包括志工等等来维护遮安全。每礼拜三暗时啊，阮就去带志工，公园内环境消毒清洗，囡仔来佚佗更加卫生。当地里长如此用心，这也让前镇区长相当肯定。区长吴永辉也进一步提到，未来将会持续建置特色公园，希望能够带给民众更优质的环境。也欢迎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来到前镇的后安儿童游戏场，拍照打卡，体验优质的设备与器材。有这样好的特色的一个公园也希望大家做妥善的去应用欢迎所有其他区的的里民。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来这边顺便拍照打卡，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市府近期积极建置特色公园，并将各区的特色融入其中，不仅成为许多民众的拍照打卡热点，也为周边的住户带来更好的公共环境。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政府为民服务强调的就是效率和便民，其中台南地政局在去年结合了行动支付，推出了可以核发登记、地价等地级誊本的贩卖机，而在今年更结合了财税，提供了税单补发的功能。日前，台南市11个地政事务所的智慧贩卖机就正式启动服务，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到场亲身体验这3分钟取件的方便。去年底，台南全台首创的地政誊本贩卖机只在安平区示范，日前在东南地政事务所正式启动，全市11个地政所同步提供服务，场面热烈。恭喜智慧地政誊本贩卖机正式启用。
市长黄伟哲除了到场见证这台誊本贩卖机启用，也在地政局人员的操作感受3分钟内快速完成申请地籍誊本的示范，同时还增加补印税单的新功能。市长黄伟哲强调，除了便民减少到柜台排队等候，只要拿自然人凭证就可以申请，而且日后还会继续开发查欠、完税证明以及申请户籍誊本等新功能，来扩大台南的智慧服务。地政事务所它提供的这个地籍图誊本的这个贩卖机，同时也扩充功能服务，可以跟我们税务的这个能够结合，税单能够结合。所以在5月份开始的包括我们地价税啦，包括我们房屋税啦，包括我们牌照税啦，还有相关的这个地籍誊本还有税务都可以适用。那只要你有一张这个自然人凭证还有一个付费的信用卡或者是市民卡就可以来使用，这是相当便利，而且全年无休，没有上下班，不需要中午休息，对大家来讲都很方便，也有效减轻了公务机关的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行政的负荷。所以呢，我想这对于公务员、对民众来讲都是好事，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服务，提升对市民的服务的品质，也加快这个服务的速度，那也更增加了正确性。这个我们是将来还有更多的这个规费的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会扩大的这个增加服务的项目，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那发生在台南，我们将来也会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服务的项目都会融入，都会纳入，包括可能的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考虑来纳入。根据台南市地政局统计，109年核发地政誊本大约88万张，加上实价登录的新制，造成业务量比108年成长将近32万张。所以现在透过机器让民众自己操作，除了方便取件，民众在柜台等待也节省了1半的时间。记者郭文吉、林庚台南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高雄港边多出了一处复古的街道——印象盐埕，不但重现了50年代的港都风华，也结合了最流行的文创商店。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前往视察蓬莱商港开发的进度时，也身临其境，特别强调未来会结合轻轨和整体开发，将可以带动盐埕区的发展与观光。高雄港边的印象盐埕重现50年代风华港都。高雄市长陈其迈视察蓬莱港区开发进度时表示，过去高雄港是台湾的门户，尽管时空改变，但是接受新科技、新流行为大港精神，并认为运用创新技术结合文创，可以成为5G 的试验场域，运用娱乐、生活等领域。Hello Park 的这个全剧场的开发也好，或者是运用创新的技术结合我们现在就有的这些文创的一个资源，那我相信不仅一方面可以成为5G 的一个试验场域，那有更多的这个5G ALT 的有关在娱乐或者是在生活领域的一个运用，可以以我们蓬莱港区为一个基地之外，那更重要也能够直接就带动我们整个盐埕区有在博二站2跟蓬莱港区3大核心开发的一个地带的整体的一个发展。市长陈其迈欣赏全球第一座浮空投影剧院的首发歌舞片，超时空的凝真剧院，满足视觉、听觉等五感体验。我们也知道说Hello Park 引进了台湾第一个所谓的7D 的全息浮空的一个剧场那也重现了当时在50年代、60年代盐埕区的繁华那既复古又创新那让我们在整个博尔区结合了轻轨跟整体的开发的人数也高达了大概每年大概有超过300万的这个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到我们博尔来陈其迈市长强调，近来无论大港桥、博二区，结合轻轨与整体开发，带来超过300万人次前来拜访。未来盼多加利用，协调港区土地，持续发展，带动盐埕区发展与观光。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大家早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借这个机会，跟
为了庆祝温馨5月母亲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与市长黄伟哲日前共同宣布，将举办一系列的台南有爱一起共享活动。其中最特别的是，从4月30日到5月2日，一连3天将在议会广场前举办时尚秀和音乐会，要邀请民众一起参加。5月是温馨的季节，由台南市政府与台南市议会共同主办。台南有爱一起共享系列活动，即日起每周6日都有艺文活动。日前由议长与市长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起跑。从4月中旬以后开始到5月底，4月共同推出呢温馨5月情台南有爱一起共享，非常的精彩。有包括我们昆山大学的时尚秀，这个就很年轻，包括那个云模也要来走秀，包括我们的音乐演奏呢。都非常的符合社会的期待，更呢难得请到我们奇美这个 A 团的来这边的表演。那这些演艺都要到这个我们的文化中心啊、艺术馆啊才可以看得到。那这次非常荣幸，他们能够首肯来到台南市议会户外的演出这希望呢能够从4月30日到5月2号3天，千万要带着家人共同来到台南市议会。由台南市政府和台南市议会共同主办的充满音乐艺术的夜晚。台南市政府很高兴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共同来参与。那希望说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1号、5月2号，艺术的飨宴，大家一起来参加，祝福整个展演活动圆满，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更多的观光客一起来台南市议会前广场。来看精彩这个美不胜收的演出。活动记者会中，包括市府民政与社会局长以及多位议员、表演团体都共同出席。重头戏4月30号到5月2日，还有昆山科技大学的时尚秀，以及联合管乐团与奇美曼陀林乐团的演出。在活动宣传会上，昆山科技大学也进行即兴的走秀，和奇美曼陀林乐团的团长现场手风琴表演，让来宾看得意犹未尽。欢迎民众届时踊跃出席议会广场来欣赏精彩的演出。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潘文玉，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